高雄鼓山鱼市场，互人叫做全台湾上水的鱼市场。去年开幕却因为这经营无好，今年9月封起来征收。高雄市政海洋局长顶个月伫议会顶头挂保证，讲这个月初10会重新开幕，煞来跳票啊！有游客专工来到这要参观，一声倒气。建筑外观真新真水，吸引游客目光。这是互人号做全台上水鼓山鱼市场。不过即马煞封掉的，有风声讲鼓山鱼市场伫10月初10就要重新开幕，已经是13号，大门又完锁掉的，连便所嘛拢封闭。有民众就是听讲鼓山鱼市场初10搁要开幕，特别来参观，煞绕空抓。顶摆看新闻是过外话就好啊，好，今仔日我来想要顺便看看。但是扑空了。拄啊好无开啊！我带我妹妹卫生得来的，所以我是说讲出来才看看。记者实际伫现场看，确实有人伫内部装修，有一寡店家就要完成。鼓山鱼市场去年10月开幕时，吸引真侪民众来参观。尾仔煞经营无好，今年9月封馆征收，原本按算爱3个月时间。不过高雄市海洋局前局长顶个月24，面对议员黄文义，即阵时讲好伫11月初10会重新开幕，到达已经13，大门游玩大着休馆的公告。如何让它变成一个内外兼具？有景观，那又有实质经济价值的一个鱼市场。即马来讲，看11月初11月初10，重新定位，它开幕，我们再来看情形。好，根据了解，目前鱼市场内底有10几间厂商进驻。海洋局回应讲，目前鱼市场设备已经大要完成，另外教育训练甲所有工课当咧调整收尾。未来若是确定重新营运的时间，会搁对外公布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